的继续来做运动哦。接下来，来搞太架，接着呢，的足底哈，规则背弄，整个前背线哈，从我们的头顶到脖子到后面。好，到我们的大腿后面、小腿后面，甚至呢，东东有讲我的脚底会抽筋，给酸的应用的做的放松我们的筋膜呢，根本就搞太架，我们放松，我们先从的脚带，好，脚带用嘛给不用松呢，好，不卡有看到种的球的嘛，好，棒球。好，或者是太极球，就康硬的，好康硬的，好，那有一些像网球啊，没做的啊，不过就看黏一些些的，好，那我们用比较硬的球，好，你去给它吃看的，哈，那我们把球不用都踢奶下，的会脚呢有它的足弓的踢缝，好，正中间的地方，好，的就强强的。然后给按摩，哈，内侧，哈，就像脚底按摩用的，哈，然后往外侧，好，顺着它的肌筋膜的方向，好，足底筋膜的方向，好 ，hit on， 然后呢，左右，然后给撑开太的位，好，左右，好，还做的来发呢，慢慢的，然后都会踏上去，我起好了哟，哈，强强的踏上去。好，再慢慢下来，好，做的来发再踏上去，好，再慢慢下来，好，安尼做3摆就做的嘞，好，这个就是放松我们的前背线、足底筋膜，你会感觉哈，整个背部很像有热热的，好，收暖，好，来帮脚，同样哦，前后，好，看硬的球诶。没有人问讲，老师高尔夫球做的嘛？好，高尔夫球啊，动硬冇唔错，好，细仔没做的，唔过呢，全部冇做过的话，佢疼硬的话会动痛哦，哈，就越细仔越硬的就会越痛，哈，所以你去家做的去吃看呢，看你用的软硬程度，你吃到看能接受，好，重点就是按摩我们的足底，哈，如果你已经有叫做足底筋膜炎那发，好，一开始就得到的，好，不建议你一开始就先按，尤其都发炎的状态，每个人都发炎，就是你吃到给风又肿，好，毛猪又痛，一塌的体内就动痛，好，红肿热痛，好，有4个症状的发，先每周也总来通早。好呀，你知道你脚带啊哈，就是较硬的时间，好，其实平常时都按来把它按压开来，好，然后要的搞足底筋膜，好，接下来呢要的搞太架，用要的滚筒，好，按压我们的膝脚臂的前面，好，太架就底压到。有一支动太极的骨头，很多胫骨，好压到位，唔是去压它，好，让人脚翘起来，压到位是我们的小腿的胫前肌，好，然后我要的膝脚臂的后背，好整片，好，就用这个好泡棉滚筒，好压上去。等呢，重心先压右边一点点，好，为什么呢？因为的重心啊压右边就是我们的胫骨前肌，好，慢慢的，好，再往前伸下来，这个是小腿前侧，哇，好酸哦，很去做运动啊，好，如果像着地脚踩地啊，可以行动久的路，好，脚会有受到冲击，要到位去按压一下，哈。要到有一个穴道都阳陵穴，好哇，压着你会觉得好酸，给好就可以让你的肌肉酸痛好放松掉的，好就是阳陵穴，好在我们的小腿好右边外侧这里，好，我们先前后，哇，慢慢的顺过去，调整呼吸。
动好哦。深度动双眼的地方，一节一节。好，冲压到位是阳陵穴的地方，都特别去按压一下，像前一阵子呢，我们有去参加长距离的比赛，压到位脚，从窝吃到短双眼，每次运动完之后呢，就要记得，先把它脚，我们的小腿前面一节一节，一堆一堆，一寸一寸去把它放轻松。好，前后，动好哦。做的来法，挺头都要到位。好，重心走的来法，两只脚离开，把重心增加强度上来。哇，动酸，很舒服，很像让人家那个针灸按摩穴道一样，都七嘎周都很舒服哈。好，这个是小腿的前面，好，左腿也弯脚，好，一样松筋膜。左脚右脚无共用呢，安尼表示讲，我的惯用脚是右脚，所以呢，我们常常右脚做踩踏比较多，较习惯去，做到右脚，跟你做右脚你就按多一点，所以呀，要常常listen to your body， 请听你的身体的声音，到底是哪一边比较酸呢？还是我们身体哪个地方，是不是都用哪一只脚？好，一面调整呼吸。好，这个脚做完了，前面好，再来要做后背。好，四脚臂的地方，四脚臂的地方呢，要做的，把你的脚，一级一级走，好，一样，远端、近端，小腿的内侧、外侧，这样顺。然后呢，直接后侧增加强度，哇！再一次哦，两只脚重量放上去，小腿后面，要讲有萝卜腿有吗？好，这个也是让你的萝卜腿比较不会那么有兔子跟在后面的方式我们可以一节一节，好，左右，好，非常好。慢慢的走，左右，很好。好，太脚臂轻双眼的地方，就是小腿后面的，我们叫做萝卜肌，也就是叫做就是萝卜腿的地方，叫做比目鱼肌跟肥肠肌要到位啦注意的地方，轻胎前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可以多按讲一下的一下的什么嘢呀如果呢有职业妇女我们的每一个月的月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按压内侧，脚踝上来这个地方，都去多按一下，会让你的疼痛会减轻哦所以这都是小腿。一节一节去做，非常好哦。那四脚臂，弯脚，来共用，放轻松，外侧、内侧，让你的肌肉的筋膜，等等放松，换。好，逆向顺的，按你动后哦，做到动后，好，然后慢慢的按压我们的小腿，好，去感觉哪一个地方，哪一节，哪一节较酸软，你就多做几摆的，
就会吃得到动酸用，好，就多做几次，很好哦。啊，一面中我们会吃到人家身体啊，热热的，好，非常好。就不用再花大钱去买按摩机，好，请人家帮你按，你都去个动物卡按了一集，好，一面看电视，好，一面听郑州，按就是懂后哈，好，慢慢做哈，还走的地方，哇，增加强度，把身体重量撑起来，哇，调整呼吸，哦，好酸，好，这个是小腿后侧。非常好，好，来用用哈，我们做的地方2只脚，啊，再做一下最后的舒缓，好，好，等一下的，好，今天做的呢是小腿，好，足部足底筋膜的舒缓及筋膜的放松。好，今晡日啊，大家等等来看下做，哈，做得动好哦。那今晡日就做到遐到位，感谢大家。